主后2022年8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持守信仰精粹。圣经希伯来书第2章，咱对第1节做伙来读到第4节。所以，咱一定着搁较注意所听到的信息，才免偏离真道。因为通过天使所传的信息，若有功效，背逆无顺从的人，着受应受的刑罚。安尼，咱忽略遮尔大的拯救，要哪会当闪避着受的刑罚？主本身有大声宣布即个拯救，听见的人嘛有对咱证实即个事。上帝阁有用新约奇事、逐款大权能的作为，甲照伊家己的意思所分配圣神的恩赐，做伙作证。以上，持守信仰精粹。生活伫基督徒也是少数的社会，咱常常面对无同的挑战。有挑战咱真容易就会当拒绝，有挑战却无容易分辨对也是毋对，甚至就将伊合理化带入伫教会。教会必须拍破隔离，才有可能用一般人会当理解的语言来传扬福音。总是真侪时阵，教会煞举起传福音的大旗，无经过信仰反省，就对着潮流行。咱的信仰伫坚守真理甲军队潮流之间不断游乐挣扎，常常互咱迷失伫社会，无法度正做光甲盐。这几年，台湾基督教教会伫选举制度，若像已经互潮流冲走，对总会干部和总干事的选举，到电教会牧师甲长职的选举，咱拢会看到动员、邮票这个社会上选举动作，甚至有人要求候选人发表政见。也有一寡牧师主张，信徒一年爱出席主日礼拜几摆，爱有约定奉献，才会当参与教会选举。伫现行台湾基督教教会法规中，对会员资格认定是，一年内只要出席礼拜1摆，就通算在职现有陪参会员。总是伫教会和长职选举的时，遐个平常无来教会的信徒，真容易受动员来影响选举的结果。所以教会界就出现这种爱庄严限制投票权，以杜绝不当动员的声音。总是教会的选举甲一般社会选举敢共款？绝对无共款。特别是对长老教会来讲，伫长老教会的信仰传统中，甲会议看做是耶稣基督亲自临在伫共同参与讨论和议决，所以会议本身就是一场的敬拜。总是咱却将会议和选举看做是争夺权力的手段，较关过伫敬拜。一旦减少敬拜心，就失去教会举行会议也是选举的真正精神。希伯来书的读者拄好是一群面临困难的信徒，常常需要承受来自社会大众的压力，致使因产生是毋是要放弃信仰的危机。因并毋是社会的多数，常常面临着安怎做的决定，是按照社会方式做，还是按照信仰的教导做。所以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因直讲，咱一定着搁较注意所听见的信息，
才免偏离正道。作者希望因会通看清楚代志背后所蕴藏拯救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并毋是人为的，是主本身大声宣告的，并且是上帝按照家己的旨意，甲圣神的恩赐分配予咱的。所以，伫面对多数大众的时，咱毋通对因起舞，是爱转来信仰，搁一遍注目伫耶稣基督，找到信仰的本质，继续坚持信守。默想，我的信仰理念有倒一寡部分受社会观点影响，倒一寡部分会影响着社会。我的信仰理念有倒一寡部分受社会观点影响，倒一寡部分会影响社会。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你知影阮真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，失去对你的信心、痛心甲仰望。求你帮助我，无论伫任何环境，拢通持守信心，搁较疼你，伫你内面得到仰望。求你互我无互世俗潮流冲走，是会当跟对你，甲你做阵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